東涌消防局起步，經黃龍坑道到黃龍石澗，今日會去長龍石澗。連續2天的大雨，為黃龍石澗增添了不少水。長龍石澗沿起大東山北坡，會黃龍石澗流入東涌灣。長龍石澗之所以稱為長龍，是它的路崖深藏在大東山北面的深壑之中。由天梯崖開始，至鬼頭石的這一段，稱為龍人峽。到達天梯瀑的下層，亦即進入了龍人峽的範圍。前人76年畫上的直上長龍，隊友攀上左邊的天梯崖，右邊有棧道繞上瀑頂，在天梯瀑留影，航拍天梯步。今日棧道很濕滑，不跟棧道的途中橫移到極端。如果怕危險，可直上棧道避過這險位。天梯瀑的頂部是一個深潭，從右邊攀上。今日龍岩瀑超大水，正灘有險要走右邊棧道。走棧道時上望上面的崖位，逐根路碑向上會到達鬼頭石。我們選擇向下返回澗道，逐走棧道可避過這險位。又繼續向上攀，爬之前先來一張留念，再來一個龍人峽的全貌。上面是鬼頭石和聖鬼潭，下面有龍岩瀑，再下面有天梯瀑。流瀑像一條飛天白龍，逐攀上至鬼頭石，途中留影。下望剛才從下面攀上來，上面就是鬼頭石。聖鬼潭和鬼頭石之後便是元分三元，亦稱為藏龍蔽日。右元有一個格仔瀑，鬼頭石後我們先走左元，左元有個飛水瀑，來到右元依然很大水。從左邊攀上去，我們是專程來欣賞飛水瀑的。如有陽光時，此瀑會閃閃發光，不容錯過。飛水瀑離開咗元往中原方向走，橫移過來已經差不多是瀑頂。回望瀑頂，逐上蘇長龍石澗中緣，澗道略為收窄，隨後澗道又回復寬闊，接近500米仍然有水在流動。再上就是黃龍坑郊遊徑，接上郊遊徑，往東涌方向走，郊遊徑接上黃龍坑道，最後在東涌市散。